但係卻話亞伯拉罕、以撒、我係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嘅神，而唔係話我係亞伯拉罕、雅各、約瑟嘅神。以撒喺當中嘅，以撒喺當中嘅。原來上帝都係好珍愛呢一個似乎好似冇乜嘢嘅仔，上帝都係好錫嘅。以撒先做到就係佢真係預表基督，呢個係好緊要。上帝咧就喺22章12至16節裏面咧就講到佢同亞伯拉罕講：你帶邊個去上去咧？就係你所愛的獨一的兒子。其實就係亞伯拉罕好錫嘅獨一的兒子。其實就呢個說話幾時再出現啊？就係當耶穌基督受浸嘅時候，被西洋受浸嘅時候，起身嘅時候，上帝講咗同樣嘅話：呢個就係我所愛嘅兒子。其實原來喺呢個時候咧，已經係咁，俾人知道原來呢個仔喺亞伯拉罕裏面咁寶貴嘅仔要被獻上，上帝救咗佢。但係當耶穌基督被上十字架嘅時候，上帝冇救佢，係咪啊？成為一個好大嘅對比，人都咁珍愛個仔，上帝竟然願意俾佢個仔上十字架去完成救恩，係成為咗一個雖然隔咗幾千年但係成為咗一個好緊要嘅對比，俾我哋見到耶穌上帝對我哋嘅愛係幾大嘅，幾大。或許以撒在生命不像亞伯拉罕或是雅各那樣的亮麗，儘管以撒無論在性格上或在行為上都有些缺點，但上帝仍然話：我係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嘅神。在上帝嘅眼中，三個人係同樣嘅重要，因為神不偏待人，不同的係佢哋嘅角色。我成日同弟兄姊妹講，我話我哋成日都覺得，我哋係小人物嚟㗎咋。其實我成日覺得咧，我哋話自己係小人物，真係要悔改，真係要悔改。冇人係小人物嚟嘅，係我從來都唔覺得自己係小人物嚟嘅。我覺得我哋每一個人喺神嘅眼中都係好寶貴。